家绕到我家来，大呀！
里也上风水。什么里养的野丫头，嫁了个穷书生，楼梯呀，他嘞做生二夫人，既来百人，不为自理嘛，吩咐他们进来。是，在姑爷三小姐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外甥妻娘子妻，有谁让小去哪里来说谁来？也许女儿起来，好了，谢有母。三小姐，你们二人从哪里而来？这一项家境不好啊，有苦啊！我
胜了。彩玉夫人，你被大门到此忙，且忙去吧。夫人，这个家可以了，让33姑爷也到且把入罪。好吧，娘子娘好且好吧，还得是33姑爷随我来。你不要他们一动一为。哎呀，算了，他们上不了天关。来呀，吩咐这个天爷。
眼不见其容。你问这里，我可听不懂。彩云来。深深的滋味叫变味，是的破房子，用的破篮子，经常我兔子，可是他有手可托，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有你彩云照顾我，胜过野味，茶杯哟，茶杯哟。我也真好。呀，这场水衣已经做好了。彩云，你来看，这是我家母亲我写的画样。哎呀，这场戏真好看。你们快来，哎呦快来！这个画真是有故意，是什么字？哎，什么花？什么花？你是这个呀？哎呦，比山烂的灭亡几岁，我也不想哎对啊！你们在胡说些什么？我说什么你管不着。你们把三姑爷当什么样的款待？姑爷不见得多了。哎，陈安，你的姑爷是什么人呢？我姑爷好汉当公子，法院公子。我姑爷是介绍最想的时候最我姑爷也是一家人和江华名字。我的姑爷2岁岁父，一岁这么看嘛呢？俺是天堂走，3份配饼全不了，拿去为毛啊！我们三姑爷可不想那种水化成对也当好。三姑爷要问好，可写好，心肠好，此类名官比中状元，哈中状元，要得为上年纪，你快当谁当多？你快从这教化状元，这他做小了我，哈啊！你等等呢？哎，气死我了！红娘，娘娘，我看儿子把你操坏了，此次测验顺利，开门与回去了。彩云妹，你是要委屈了吴三小姐，是你们是委屈了，你们还是委屈吧。彩云。
就是监子义。等他回来，对我们先赐监子己，别为外境。外甥，你两次为民除害，为我报杀夫之仇，先生父母依从娘子。三层，你见我出来。二姐赴宴了，请里面坐。里面烟火穷算起，我不愿意进去。那等人不进家门。好，那么与松子，我来问你，我的贴身丫头，你为什么骂他？为什么打他？这是老子最少手要整整其余这里。当日描绘此山林，谁管欺负小丫脸？兵夫丫头不敌先，官身结了配小言。管你一生，就算是背上我小心小子，谁生气？对，他要对你，他是你小妹，这天天对我起来的在怎么说？哎，我知道对你，我他娘家做客，晚到夜里相对，岂能以夫弃兵？此话不讲道理。谁不讲理？谁不讲理？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睬他？啊！为了别当我们进去，且慢。你们一生珠光宝气，经不住房中秋酸之气，何必进来？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都是母亲去的，还有这都是丈娘去拿下去去猛攻夫妇。是。别接了。本夜的夫妻就如梦，好一
过催命编制，阿永清他们年年偏喜出关，如梦就绪告辞了。言是所向，与我作之。前生，你挂念我错关，女儿没语，你可以我偏心，女儿不过撒陪你。言为不孝，须向累在负重。哟哇！这个我用一句是吧？啊，对啊，善美夫，大庆，此事委屈你们了。此时你们脑中空空，真靠上路。该为机会保住这类保住椅子，你们再不辞长信，真不与我商量。怪之，要是好糊涂，怎换违抗你已经了？怪之。
2下去拍吧。今日
下几路万算，我是块最的好。弟弟，我是块最大不，有不，不要连累你们，你们我是块最棒。弟弟，我是块最大哎呀，哎呀，夫人茫茫苦叫在城里，哎，对对对嘛，你这个，这几个嘛，这几个，老爷知番不言，冷下的素心。第六个。我是他妈哦，不要小看应弄，他说人不上父，父必上人，他劝我暗自极身自荐，哎呀呀，至今已经来不及了。
换来我弟弟美玉分财，乃是高帽晚香。你为什么不进我弟弟母亲为夫？你真笨！但是我母亲便有30.4万银子，30万银子不能两大几入坑。下面你快吩咐陪跳到上书府去死。你弟弟母亲到我们兵部来。你到哪里去？大姐夫，你从哪里而来？我从外境高位来，回到家没遇到家，你没遇到家，那我到哪里去？反正我告诉你，大姐夫，请。愚兄举官乱境，本年相云生较乱，他要把杨子生情欲也砸粉。那你我想讲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尹秀秀当头关键，这是年相光生年子，你我生的小金年相还两银子，便可摆着你府。我通上人，自己去分是我。好，这本摆放你府的事帖，我马上与你那边。也不是我谁，拜托，你我也弄到私房去，老爷夫人最
所有了。弟弟，此话怎讲？儿郎为父昔之为民，草木家产，到此两水空空，哪里还有什么结下龙有？是呀，上好，就连身上这套西衫，也是在上次途中你拿起为了我上的。金老夫人，今天做的美好呀！滚啊！长到我无分怒啊！这伙先生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啊！你们说说，我区区谁来？선생님도 주님이 나 여기한테 줬어. 선생님도 주님과 오대 알고 그냥. 老爷夫人，你们宽到了没有？宽到什么？二小姐一听老爷的尊敬我，脸色都变了。彩礼，你二小姐从小就是愿靠，有儿小的。夫人，我怕二小姐不与大小姐到，我请请大小姐来再做上一彩礼。妈，雅爷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这么简单，仗着老夫人聪用的你打我也打仗，我生气可生。今天你都将是死了。这一巴掌我要当管，雅爷，你管！我为什么不管？彩云，老爷，请安老思想，这话你们这里治不得了。我请请大小姐来，请你们委屈。彩云，夫人，我看彩云言之有理呀。上到为父府中寂寥，蒙你我花厅设宴，怕被为父赴宴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日不巧了。真是不巧。女婿生今天要以杨翠城里的府上举步，在我花厅请客且举。咱也不妨嘛，不在我花厅可以另外设宴嘛。是呀，上好，自己的娘不是外甥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算给你呀。哎呀，母亲说的对，自己的娘不是外甥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雅爷，你快给老爷夫人到此房去吃饭。是。两位老人家，我要到此房去吃饭吧。夫人，女儿这样小气，我倒要长长这个味道。来，我个女儿为什么偏要我一生落单？二妹，弟弟母亲呢？到此房吃饭去了。什么？到此房去吃饭？你老爷夫人，彩云，彩云。冷清。
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怎管生儿他们？外甥，他们是我亲生父母啊！这家首富，你可以听他；这家首富，你只得听我。不要理他们，你就委屈。外甥，快委屈！ 이거 적고 있는 말. 이거 잘 이거 가보도 안 나 소리 아까고 안 해.
及母亲，此教女儿是恶是好啊！儿郎，这等不分忠奸、正所不知毒的东西，为父一点也不要。这挂王马神，不要理他们，我回去。弟弟，儿郎，天父接人之路，他日定能相见。儿郎，你万事先回去吧。见人与我争。
跪下，婆婆最好，哟，老对子啊，弄一普通衫回来这样，婆婆，你们两个回在这里做啥？母亲，弟弟为儿生日有父有母打不来的。母亲，弟弟要将有父有母守成夫们。啥？媳妇，嫂子，不要见，不要见，允我。哎呀，夫人呐，你可知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啥个大事体啦？起，不要紧，亲家远跑而来，问我不是亲家公、亲家母出来，他被官冤屈死大胆！呀老爷，跟我做啥好我跳啦？哎呀，夫人呐，你可知闭门家中坐，雾中天上来，阳气靠内不相生，岂可轻易累在府中啥？哦，亲家上门不祥之身，累探不得是成夫门。爷老爷，弄此法于普通山，他不算信在，可以兼得良心的了，为呀给吃他在。你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老爷呀！老爷说看风怎么亲家可想看？当初是个土草女，中间那个为官也一看，常来常往常相见，双上那个儿女配参婚，官他两家分呀，一家是亲家早开心。千里迢找上门，总有山穷志不得，还要皇帝讨亲。为乡亲家我如果儿子随意，老爷都要仔细看，仔细看请我做好亲母生死里真你千万不要喝醉呀！哎呀，夫人呐！哎呀，夫人呐！不是老夫心开一不错难过一过自当真，为可变成无当贼，得罪也想灭我想千里奔波，到此何必？哦，这真是苦是亲家在，老头子啊，那有没有办法可行啊？办法？哦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快生！亲家的大女婿以拜你相公为义父，我被亲家前去找他，许他相公办法。不，我绝不去许那个人之作父，衣冠尽瘁，玉之玉，正念兄，好子了。弟父不行。
不你都去，帮你都去就。可以的。
第2岁比老今爷年我就不了。公孙翠玉，老爷夫人在哪里？在阵亡了。怎么？你听见你个领导嘛？早上，二弟，你进来去，好招呼他，为少娶谁来？嫂嫂，他怎么去了？这家伙这么胖？姑娘，你可讲他？姑娘亲和讲他？姑娘亲和讲他？我不是一样还是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他妈了，还得有朋友吧？你这领导有个力气，姑娘星星。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
个女儿不供养，在老乱中在异乡。去吸吸野味。
陈思，二弟还未见过我弟弟母亲，在天四龙拜见杨家帮父母草礼，陪你昏倒在山林里，多亏恩公相举，多谢恩公。嫂嫂晚上好，请帮父母用饭去吧。弟弟母亲，请你。本
彩云，多亏你照顾儿郎。哈哈哈哈哈！
到嘞？我是啊，哦，端着那位亲家带水的，老朽当年孝陵四方，无人随类，今日亲家特别对，哎呀呀，是我好不惭愧呀！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我个老人子嘛是努力空来打水，今朝啊是我俺妈姨来为你道歉的。老许当年畏惧简当，认担了二位亲家，独独有罪，独独有罪。管在亲家母的份上，哎呀，不乖呀，不乖。是呀，你们还是要好亲家啊，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。哦，两位亲家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做什么？我要挖他一双眼睛。且正自岁。哎呀，母亲，前鼻四鼻，讽刺我英梦美妇，我要挖他一双眼睛。你刚刚都是吵到谁他？不，我们是要用他人带水来的。谁是你的养母？母亲？谁是你的母亲？哎呀，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前任谁是你的父亲？你给我走！滚！我不走，我个女儿败罪，为什么偏偏不走我？你们不生我女儿，我死也不
啊。